江义样嘅行人，单单系对台湾其他地区驶过去嘅，主要系顺轮北中海屯策兰海向东片山区行，上座有许多客家庄哦。水上乡嘅国乡村、鹿蹄屯、中埔乡交界嘅所在，有一只按到沿线桥头、吊桥头嘅所在，居民单单讲客和讲家过物流哦。也多年来，伊能屯客委会申请七落保顺，今年能完成入口意向，伊能希望使得重现日本所谓嘅沿线桥和个沿流文化。叫下来看下沿线桥头嘅客家语。这里可以呢，将到机器包装过后，准备办理仓库东西。也一群一群对到车车盐呢，其实从今年头就做清宿舍呢。我研究公司做出排好时间，起步个盐呢，今年看满数脚，估数一车变到不卡。舊件咧用順時件嚟啦，今年慢年就做完啊，用輪嚟啦。今年嘢咧有冇人看慢咧？就5月一叫啊，去年10月就叫完啦，係。嚟到嘢咧叫完用輪流嚟啦，係啦係。你做冇法度啊？嗰咪自己咪排時間嘛。秋啦嚇，10月來嚇，日幾片幾樣弄中人，幾種弄中人啦，人弄成法啦。係啦，中人成法啦，8月都中意啦，中到10月就全部屬於佢啦。啊，搞到清楚，到咱農曆秋曆，差3月就搞清楚嘅，弄搞清楚嘅啦。中原呢是国乡村庆主要生意。讲紧清好时节，做得讲规则庄头做头中，都也抢存到7来人以上一种，面积每张2个人天天。頭八件咧11戶哦，10戶哦，得9戶有中嘅咧啊！啊，今日吼，今年中中嘅咧啊，即係分上要講咩是所謂村之一啊，從咱用5個鐘啊。上家埔講嘅係水上鄉嘅國鄉村落隔壁嘅上家村一大伯。因為行人係對北埔來嘅，喺下來過後再向當地老南埔人學種嘢呢。實際上，介意嘅行人單單都係2次移民，分布到北中海路支流策蘭海，順定河壩行到東片嘅山鄉去。一般人講啦，介意是親手行人啦，啊，喺水上係那冇行人啦，一般人想法行人啦嚇。就嗰陣時睇到去嘅時候，發現講哦，果然係哦，大部分都好多種啊，比如說，結果係喺保留到嚇。一群行人啊，係咪講客話嚇？嗰個成法咩攞客家嘅文化帶過去，唔過咩就對喺新界呢邊留喺地方上比如講像中人啊，啊跟南埔人有冇種嘅啊？因為你係江義嘅老輩吼，因為祖先來到江義咧吼，東島因為你係很多東辛苦啦。那我們呢那些前輩呢，都分布在我們的嘉義縣的赤蘭溪跟巴掌溪的鄰近的那種。村落部落呢，在往東邊山上在走的時候，都是看得到我們的客家的村落。國鄉村頭水上鄉嘅東北角，沿線橋咩係頭國鄉村嘅東北角，順向做嘅中埔鄉，也特別係行人遷到嘅所在。對沿線橋從民國87年打鐵過後，改去做一下黃毛泥橋。對路相片，想象得到莊頭這樣使用誒。總共有大概11個部落，那吊橋頭剛好是在我們村的最東北地方。然後它之所以稱為吊橋頭，原因是因為它原本在稻江郡的源頭那邊有一個赤蘭溪，那赤蘭溪延續下來的話，剛好有一個交通的一個瓶頸嘛，所以當初在民國20幾年的時候，那邊就是新建了一個吊橋。這是北埔啊。關係啦，嚇，新竹地區嘅行人駛下去啊，像發咩啦，啊，像刺、像漳啊，睇到幾種頭嘅啊，嗰是頭擺個吊橋順頭，按照吊橋頭啦，
在赤兰溪往东边走，甚至到大埔乡邻近的那种村落呢，都是在西边为赤曜河川呢，都客家的聚落。那国姓村呢，也是跟我们中埔乡呢很接近的一个乡镇，那隔了一个老吊桥。土公村喺嘉南平用东冲要水利太好吧，大概300年的历史。家水源头做头桂乡村呢，沿线桥头也搭白，对也还没看得出双座行业老水利建设之间的关系。人工输油本水油年，行业嘅工种做唔得离开水。土公村头赤兰海嘅水源头，做喺头沿线桥头。沿线桥头全部用客家人啦，但是头摆是做下嚟家人客家人但沿线桥头全部用客家人。也冇方言啊！頭擺寫咗下嚟揀嘢方言可能客家人都冇咧。頭擺我也的選族關係下來帶啲位大基礎。大基礎是咱拓田講啦，以前行業來啲位是冇土地，咱拓田來生發耕田生發行業啦。我頭擺喺度睇啲田啦，我就喺社之前有幾條大苗。我大苗還是只咯，佢唔幫我啲客家人款，佢要採散嘛，我採散俾佢條樹鐵，個每條苗摸咗落去就幫我客家人參加。上座有啦好多年上漲嘅歷史背景，故所行業來到他鄉，難免會俾人叫來叫去。故所沿線橋頭，自家變做一隻行業嘅狀態，和傳承嘅做鹹菜、泡菜技術，變做為地方嘅特色名菜。沿線橋頭菜咧，東亞市啊，種鹹菜啦，鹹菜種係種做泡菜啦，鹹菜乾啦，菜頭啦，菜脯啊，用油啦，以後做東亞小路依然東亞市數起來。都忙年都蛮香香的呀。那他们每一年都是8月份种，然后12月、1月份的时候收，然后收到最后的时候，原本他们的行销都是在菜市场，可是因为他们都是纯手工腌制嘛，所以它有一定的口碑在，所以它变成说，现在订的人已经超过他们的所产的产量，所以刚好以这个方式把他们整个客家聚落的一个原始，把它整个资料做完整之后，因为他们打算就是找一个就3个姓氏。然后可能统一产量。既然一片按照桂乡村老昌成功嘅党羽关系，村都嘅公仆们做清按照成功，小學喺成功國小，還有成功派出所一道，因為莊頭搬到東路，桂鄉村嘅橋廟、家廟未動到。在郑成功驻军到这边来的时候有疟疾嘛，然后因为这个部落里面原本的部落的族群还是蛮融合的，那后来就是因为疟疾的关系。大家就是各个部落都是独立，然后每一个部落因为可能就是拜神明嘛，所以每一个部落它都成立一个自己信奉的一个主神庙，就大大小小总共大概加起来10几间。对，我看全国应该以村庄来讲的话，庙宇的，因为我们这个村最多。福寿太信呀，做嘛呢？哎，牛尾呢？啊，度祖先福壽都見啊，照樣傳下來啊。都我了來唔知天機湯係冇了解啊，冇清楚。本單頭睇到過來呀，當先做辦過來教做安尼。關係來就會將泰森爺啦阿公婆變到鄉下拜，也係反蒙人對老祖公做傳下來嘅，故所連老雜咩唔地做嘛冇按樣。同樣喺度沿線橋頭，希望人喺拜三國王，也咩老祖公時代做傳承下來嘅。你想起啊，起步到時擺三國王公家，我睇喺水路遊嘅，係我下輩養地，喺上輩都帶過來。強廟島一隻神將意味，未產生出一種特別的藥草文化。普通的種下連便利商店都冇幾間呢，桂鄉村是含有幾啊間的漢藥藥材行。鄉公所含大家搭配，佢嘅一隻香草藥用植物園區。我們三界埔算是我們整個台灣一個算是藥草一個集散中心了雖然說
整年的那个生产的那个数量不是很大，但是呢，至少哈，这个整个中南部地区，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集散点了哈。那大部分的一些药草大概有千草啦，啊，可能紫苏啦。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要抑制这个，应该是说抑制这个痢疾，所以有些庙的乩童起价就会只是说要种什么药草可以治什么病，所以变成这边大致上早期都是以药草为主。那后来就是又改成种烟藕，然后又现在改成种木瓜。对明清时期种药草到日本书的种盐呢，桂香村就留下的几样式历史评价，也桂香村上老存放的颜料由内通的保留下来。头摆这个政府公卖局收费的啦，咱买本身落稀可落就唔，可比人讲稀可，日甲天唔，日甲天唔也种咱收费冇本种的啦，全本咱买啦，安尼啦。因为当初的烟草它政府没有管制啊，那后来就是有规定，就是它整个产量只能收成1/4，所以大概以国姓村的一个烟楼的分布起来，当初有规划，就是计算过，大概有17个烟楼。那这17个完整的烟楼，到现在真正完整可能剩不到2个。一种颜料喺也存放保存千完整呢，咩非常冇用嘅，抢走得进仓库带东西。咩因为保存颜料冇按盖，佢乡村希望对规划沿线桥头客家庄头意思，一步步嘅本颜料新嘅生命。今年将完成的部分係提集团先有嘅日桥意向。这边是一个最早期的一个范家的一个烟楼，然后现在已经都破损掉了。然后再进去那边的话呢，是一个猪舍。然后现在已经没有养猪，改养鸡，对。然后在猪舍再过去就是他们的一个厕所，就是他们的主要的公厕。颜料沿线桥土广圳到路咸菜，也沿线桥头庄头嘅生意素养。地方认为反复嘅两种颜料，同整好过后，做得变做消费所同有特色的地方生意文化中心。现在第一个阶段的话，它是一个整个地形的一个就是设计啦，就是说我们打算就是将整个已经旧有的烟楼跟它的一个整个主体结构的话，把它翻修。那原本这边水沟也是都垮掉了，所以才开始把它原本地貌把它重新整建起来。桂香村希望未来做得重建日本时代老沿线桥，未来附近的客家文化非官投入结合强下。我们的第3个阶段是把所有的烟楼全部，因为现在都还没整修啊。第2个阶段是整修烟楼，然后整修完烟楼的时候，再来是把那个护城桥，就是之前那个吊桥头，从这一边再做到稻江新的源头那一边。对，这是第3个阶段。介意在咩有只，先有只中部的客家文化会馆啊，你啊当然线下行咧，唔係講清楚內容。從啲人呢，地方上有非常多人呢，確實有地方有嘅呢產業啊，有係咪講客嘅，嘅文物清多啊。你做得種嘅機會來到水上上太嘅上韓國介意在按太嘅在那個文化客家文化中心嚇，客家文化園區啦嚇，有得結合。抽颜料、水年头，对日桥以上长颜料，桂香村最美会重现沿线桥头望。未来样诶，虽然也做得用上嘅天天，营造客家气咯，稍微也在日见日没落嘅状态，带来新嘅机会。假如係禮拜嘅客家新聞抄資，感謝大家嘅收看。天了引來引貴嘅喲，貴東年路上班法愛上天，最近屏東也有夜間學主婦上作業來種就去發天設批。屏東縣政府還喺去年底新頒布嘅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當中，強制新開嘅學主場一定要來按就去發天設施。下禮拜六看下來看下先現時發展嘅情形。下來再飛。